继续来看这个台湾东洋药品公司顶个月来宣布，摕到德国新冠疫苗伫台湾销售的无条件授权书，但是昨暝煞来宣布破局，为虾米呢？东洋公司的讲法前后差真多。卫福部长陈时中讲，机会总是有的。防疫的专家讲，既然摕袂到疫苗，那咧边境就更加袂当来放松。 台湾的东洋药品公司顶个月才召开记者会，宣布取得德国 BNT 的新冠疫苗伫台湾销售的无条件授权书。想要到靠无甲一个月代志煞有变卦。本来东洋表示，甲政府之间对数量甲价效差真济，所以无法度照期限代理进口。 落尾个改口，是因为受限伫部分的商业条件，所以本公司无法度继续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。这个文件就是正式的授权书甲合约的草案，这是要互卫福部检视的。即马台湾要注疫苗的脚步动定，卫福部长陈时中嘛有话要讲，还是有机会，是不是？机会总是都有的嘛，哈，不要继续谈。陈时中话头无打好死，因为疫苗影响各产业，对性命嘛造成威胁。 有疫苗，无疫苗实在差真济。这当然我咧牵动台湾的防疫政策。目前台湾加入全球的新冠疫苗计划，会当摕到偌济量，是也阁无人知。我真的拿不到国外的疫苗，那大概就要等到2022了，啊。 那所以我们的希望还是能够在2021拿到疫苗啦。目前东洋药品的新冠疫苗采购确定落实，等到明年初可能嘛无机会买到疫苗，而且国产的疫苗嘛也阁伫研究开发的阶段。台湾伫当时才有新冠的疫苗通好做，民众拢真关心。